再讲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来说，就是我们都说我们是希求能够离苦得乐的，就是说我希望我能够得到安乐，我想要安乐，我不要痛苦。那离苦得乐的时候呢，我们讲到乐的时候呢，那乐呢，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那我们知道说乐呢，因为我知道我是希求离苦得乐，我会感受到快乐的，所以它在有和没有之间呢，它是属于有。那既然是有的呢，它到底是常法还是事物呢？就是常法还是无常法呢？那我们知道说呢，乐呢，它是离苦得乐的这个乐呢，它是属于无常法。那在无常法里面呢，它又分为色法、心法和心不相应心法，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呢？那我们就知道说，我所要的这个安乐呢、快乐呢，它是属于心法。那在心法里面呢，它到底是意知还是根知，是分别知还是无分别知？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要去了解的。不然呢，我们只想说，我要离苦得乐，离苦得乐，但是乐的体性到底是什么，我们都搞不清楚的时候，那我们到底是在希求什么样的离苦得乐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第67页的最后一段，讲到说呢，依于自知不共真上缘一根呢所生的了知呢，就是意志的性相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将心法呢做分类的话呢，它可以完全收摄在意志和根知里面。那意志和根知呢，最主要的差别呢，并不是从趋入于静的方式呢来做差别，它们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就是同样的呢，无论是意志也好，还是根知也好呢，就是它的体性呢都是了知。就是我们在讲述到意知或者说根知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它是有和无里面呢，它是属于有。那在有里面呢，它是常法跟无常法里面呢，它是属于无常法。那在无常法里面呢，它是色法、心法、心不相应心法里面呢，它是属于就是明且了知的心法。所以二者呢都是体性呢都是了知，都具备明且了知的体性。那二者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它的差别呢不是从趋入于静的方式呢来做差别，差别在于说它是透由什么，它的不共真上缘呢，它最主要是由两种不共真上缘所产生的缘故，所以产生的这两种不同的差别。所以依靠的自己的不共真上缘，不共真上缘呢，如果是具色根的话呢，那就表示说呢，这个了知呢，它是根知。如果它的不共真上缘呢是意根的话，就是看它的不共真上缘是意根还是具色根。如果是意根的话呢，那它就是意知；它的不共真上缘如果是具色根的话呢，它就是根知。所以从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了解到说，意知跟根知最主要的差别呢，就是在于它的不共真上缘之上，那其他呢都是一样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讲说依于自知不共真上缘。不共真上缘意根的时候呢，意根呢，它其实指的就是心法，所以就是你的不共真上缘，如果是心法呢所生的了知呢，它就是意知。那如果你的不共真上缘呢，它不是心法，不是透由心法所生，而是透由具色所生的话呢，那它就是属于根知。所以这就是意知呢跟根知呢两者最大的差别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就先讲到这边。